華東6日遊，我住咗入去間1200尺嘅竹海別墅，房入面有埋私人溫泉同私人泳池，舒服到唔捨得走。6日入面行勻晒無錫、溧陽、上海、杭州、園林、水鄉、古鎮、西湖、外灘全部去晒。但最令我震撼嘅係第3晚住嗰間隱藏喺35000畝竹海入面嘅別墅。推開門第一個感覺係大，1200尺，客廳、睡房、露台，每一扇窗望出去都係一幅畫。35000畝竹海就係你窗外嘅風景。睡房最正嘅係嗰塊落地玻璃，朝早醒咗唔使起身，瞓喺床上面就睇到啲陽光穿過竹葉照入嚟。嗰一刻你會覺得時間可以慢啲，再慢啲。令我真正沉淪嘅係露台上面嘅私人溫泉。溫泉水係真正嘅天然地熱溫泉，唔係煲熱嘅水，唔使同陌生人辟公共溫泉，想幾時浸就幾時浸。夜晚浸落去嗰陣，水氣隱韻，竹影喺頭頂搖下搖下，只係得風聲、水聲同埋徹底放鬆落嚟嘅自己。隔籬就係你嘅私家泳池，夏天嚟講呢度就係你嘅私人專屬，唔使同人逼，唔使避開啲細路玩水，想游就游，唔想游就坐喺池邊發呆。食方面完全冇求其。第2晚大閘蟹宴，成台都係紅彤彤嘅蟹，隔離台位阿姨一口氣食咗4隻。第3晚食天目湖魚頭沙鍋，啲奶白色嘅湯鮮到連眉毛都甩埋，酒店配套都好豐富，360度觸景餐廳、書吧、健身室、兒童樂園樣樣有，每間房仲有專屬管家，入住前1日就會嗨你，乜都唔使你擔心。你6日嘅行程包含晒華東最精華嘅景色，由薛家花園嗰啲曲徑通幽嘅園林小徑，清明橋水弄堂入面搖曳嘅舊時光，一路玩到去杭州嘅西湖新天地，仲有喺上海城市陽台眺望到嘅天際線，同埋外灘嗰種震撼感十足嘅萬國建築群夜景。好嘅旅行唔係睇幾多景點，係你有幾耐冇試過徹底放鬆落嚟。呢個團名額有限，喺留言區打1，我就將6日完整行程同團期發俾你。記得俾個讚同關注，帶你睇更多值得去嘅風景。